歡迎大家收睇酒店伺服器。話說12月，澳門有一間新嘅酒店開幕，佢就係位於上葡京嘅 The Karl Lagerfeld，就係澳門卡爾拉格菲奢華大酒店。聽個名好似好撩撚 QK 係咪？咁我哋就尊稱佢為老佛爺酒店啦。先嚟簡單介紹下酒店嘅基本資料啦。老佛爺酒店係澳門上葡京酒店群嘅其中之一員，無論係酒店名定係佢嘅設計風格，都係由時尚界嘅已故傳奇大師 Karl Lagerfeld 親自操刀處理。可以見到酒店無論係大堂定係房間，都會運用咗黑、白、紅、金呢幾隻顏色作為主調，而且酒店每一個角落隨處可見都可以見到老佛爺，又或者老佛爺提及嘅中西美學嘅元素。由於小弟對 fashion 呢家嘢真係唔了解，為免講多錯多，於是而家就去片大家睇下老佛爺酒店啦。除咗老佛爺酒店之外，葡京人嘅葡京人夜市亦都喺前幾日正式開幕啦。而家就等我哋帶大家去睇下葡京人夜市當日開幕嘅精彩片段啦。地球玩轉夜市之冬日夜市嘉年華活動正式開幕，恭喜晒！
別要叫我呀！假使要算先贈你死氣候啊！揮揮兩手啊，好好唱口啊！有戰有衝，當你都有。喂！嚟啦，我哋一齊好嘛？海邊尋開心的時候，派對時至情至性，就是未怕醜。嚟啦喂！來吧到全地球，全部只有不謀，送走擔憂，要唞唞心開心會長壽。來吧到全地球，來吧引爆得石頭，打開手扣。今天解放嘅只想我要自由。喂！最後一句我哋一齊唱好唔好啊？送俾葡京人夜市好嘛 ？OK， 準備好未啊 ？OK， 我愛你們夜晚呢。總結：澳門老佛爺酒店作為為數不多以設計做主題嘅精品酒店，感覺上會比較似係粉絲向嘅酒店，因為運用咗黑、白、紅、金作為設計嘅色調，同埋運用咗好多中西元素嘅設計風格，設計感呢會比其他酒店更加強，但係就未必係個個人都會適合。作為酒店嘅重點，住宿部分佢表現都令人滿意，床偏軟身，但係唔會瞓得唔舒服，而且枕頭都有軟硬之分。至於酒店最大嘅缺點，我認為就係性價比。的確，以2000幾蚊嘅價錢喺澳門唔難揾到一間性價比比佢高嘅酒店。不過我諗，如果係老佛爺 fans 應該唔差呢幾個錢，畢竟老佛爺酒店都有幾多可以打卡打得好靚嘅位。作為粉絲向嘅酒店，佢設計風格的確滿足到一眾老佛爺嘅 fans。所以如果你係老佛爺嘅 fans，又或者中意酒店設計有好強烈嘅設計感嘅話，我都幾建議過嚟老佛爺酒店度試住一下嘅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覺得其實有更加好又或者更加平嘅選擇。如果想我哋試住邊間酒店，都可以喺下方留言㗎。我哋下一集酒店試服器再見啦，拜拜。